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唐中信。今集講丙午馬年流年主星天機嘅個人運程，點樣揾自己嘅流年主星？咩主星最吉最凶？同埋有咩要注意？可以睇返紫微個人流年運程嗰集。財運精彩呢，不過不失嘅，相信自己嘅決定，唔好聽太多人嘅意見。偏財呢都唔差嘅，可以投資，但忌投機。醫藥相關嘅呢就會比較有利啊。馬年呢股市大起大落，變化會非常快。職業炒家呢有望得財啦。咁一般人呢大概呢就會先贏後輸。事業受僱者呢有望升職加薪嘅，咁要主動爭取啊。咁職位呢將有變啊，或轉新工啊，或調新部門，但係要坐穩呢都唔易嘅。忌瞻前顧後啊，只要留個心眼，提防他人加害咁就可以啦。營商者以喺幕後操作為佳，忌出面做話事人，更忌特立獨行啊，最好就係跟大隊，仲要留心下屬搞小動作，破財事小，影響心情事大啊。姻緣已婚者夫妻失和，感情呢就備受考驗，配偶呢有機會高飛揚名，受追捧下而驕傲啊，感情呢因而受到傷害。只要唔鑽牛角尖，加強溝通，羨慕嘅時候呢就鼓勵就好啊，可以呢係自然過渡嘅。咁單身者呢姻緣不就，忌主動爭取，要順其自然啊，做好心理準備，有就有，冇就算。戀愛成熟嘅呢，馬年都不適宜分家嘅，勉強難幸福，會諸多阻滯，更有機會分手添。健康吉多凶少，男女都要注意腸胃問題，更加要留心結石嘅病痛啊。咁已發病者呢，係時候做手術啦。咁總體嚟講呢，只要做好健康管理，冇咩要擔心嘅。咁另外女性呢，就有生產之兆啊。赤馬同中若休確，山南險象緊追蹤。馬年重點係埋堆車公簽遇事，精工造假，真誠無價。咁大家可以結合參考嘅。流年主星天機就講到呢度有嘢想講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嘅。祝大家馬年吉祥，萬事如意，多謝大家。